关心中华的地方建设，经济部工业局开3亿1千万，重新打造中华新港乡的滨二路，这是为了要促进当地这个观光。本来四线道改做呢分乡平的道路，中加一个跨差不多10公尺的广场。去年底完工，要过这个广场无水、无电、兼无便所，倒种的树啊，有够细丛。天气这热，无人想要去。附近的人直接咧晒棉被，这个3个广场煞变晒被场。日头下广场无半个人，两边的分隔岛种的树啊，个细细丛，无法度遮日头，热甲袂堪的，无人想要去。附近都有人真有创意，放3色3间来晒棉被。没有什么用处啊，只有晒衣服啊。你看这么大热天，谁要去那一边？只有晒棉被的作用而已，没有什么作用。啊，做迄你家想有啥物意义？迄是真的是浪费。附近的人经提供这个16公尺宽广场加两边的道路，合作3亿大道，是去年年底开3亿1千万起好才拄通车的滨二路。原本是四线道的马路，也毋过主管单位经济部工业局为着要促进地方文化观光，将四线道改做正边甲倒边分开的2线道，中创一个大广场，也毋过顶悬啥物道拢无，无水、无电、无便所嘛，无停车场。验收的时阵，互人提醒，才发现讲，无做无障碍坡道，过了半年才无时间。验收的时候，我们就因为有民众提出，他那个人行步道设施其实是需要有障碍空间的，工业局也承诺，然后在今年就编了预算。当地乡公所讲，等工业局将滨二路的管理权交予县府了后，对申请经费、补强广场的设备、起停车场、有水电甲便所，互3亿的广场，毋是干那剩晒棉被作用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